报道。台中雾峰一间照顾机构有21员工表讲，去年5月，机构一个坐轮椅的老大人，因为无人伫边仔照顾，对楼梯摔落去就伤误。也毋过主管嘛无随甲老大人送病院。伊讲机构的骹手无够，佮欠员工薪水。市政府卫生局是表示讲，已经开始调查咯。长照机构的楼梯间，一个73岁老大人无人看顾，伊坐轮椅想要落楼，煞无细枝为楼梯顶摔落去。这个代志发生伫去年5月，有21个员工表示，这个老大人是规身躯拢刺着伤，头壳嘛有弄着。不过机构的主管煞认为先观察就好，是过2天才甲人送去病院。四下都没有人，那也有通知主管。那主管并没有紧急送医，隔了6日到隔周1的时候，发现的这位同性照服员，他非常坚持一定要把长辈送医。21个员工，佮讲台中市这间照护协会下开长照机构伫雾峰，毋若长期欠骹手，伫疫情期间若阵有事大确诊，嘛拢无照规定通报。另外，佮指控机构欠员工薪水，甲劳保报较低残疾。安那负责人表示，并无照顾无好势的情形，是21个员工黑白讲挑工要报复。在家属一起陪同，然后在那边检查完之后，我们有询问家属要不要马上送医院，家属说先不用，我们没有强制送医的这个权利啊，家属过来了，我们就必须尊重他的意见。安那台中市卫生局嘛介入了解，派人去现场稽查，初步认定紧急事件处理程序符合流程，不过嘛要理清楚，看敢有违反长照法的相关规定。长照机构及其人员应对其长照服务使用者予以适当之照顾与保护，不得有遗弃、身心虐待、歧视、伤害、违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权益之情事。台中市卫生局表示，除了加强不三时的稽查，若准确真有违反规定，上当会当罚3万块。若欠薪水甲劳保相关的争议，刷落来卖继续调查。记者林建生、王良涛，台中报道。